Want to take this Oh. camera? Justin, you want to bring your You go computer? ahead. Sure, take lots of pictures. Where is it? In the car. Or就这样，就这样。我看一个这啥？是的嘛，年过年是。还创着，这打字几件事？俺说打字几件事？有件。有件。我有件都没有说，居然说有件。Here they make some. 人家好好看着笑一个，笑的嘛，笑个啊！怎么想上嘛？啊，中国小娃，你这水库这个还得姓袁是吧？我们姓王，那咱姓严也有，姓王也有。你们是什么？小子。对。应该是。他们会组织你还我们就请来给我们家他之后这个正在全是做一个，就是走呗。签这个这样我说哎，反正我才开始。但是后来人家都回事儿。知道吧？在找。打这个没关系。那印的那个嘛，我们那个一个美国老师，特别喜欢了解一些就是卡拉呀，你看给转了这个，他说，人家人家。
이게 짜종. 괜찮아. 오, 짜.我们日下这走山水呀，就让人流呀，心流。我们日下这走草流呀，水。人家做饭过来的，都那是有兄呀，是有。我们人哈那哈做人事，我们活呀的呀不如，我只活呀不办这做。我主啊，先有呀，生有。就是头儿呗。哎，好。我们是，反正我们的这个今晚上的这个，开始那些的这个电视配的摄像这个放着了，你能看我说全部就，我们一关不关嘛就没看不关，我们标的了那个啊。弟弟。你关一个。让你们4个人填你们自己的名字，还说一个今年的年纪多少得了，加起来的一个，这3个是。行啊，我跟你说。啊，好。好，我的名字。多云啊。多云啊，在你那边再看看。名字是。多云啊。年纪。64。家在。家在芒大的，就前河乡的芒拉村的。芒大村的这个。芒大市的。那我跟你说个。我是中部乡，省巴县镇村，省巴社，名叫王子珍。年龄嘛是70，正70。不是啊，我是发10呗啊。发10呗。好。我说，我前河乡芒拉村大社，名字就是左金才，年纪是71岁。70岁。好，我可说。我也是本村的，名字叫的是王仁彪啊。我现在是12岁。你们说我们的先参加这个我们的芒拉庄子，还你们简单一个说对吧？就是芒拉庄子是我们前河乡下下来就是俺们这个组织的，然后这个东半个山过去是啥地方？马云嘛是半个山是啥？下面还是啥？我们这是我们的这个芒拉，说是这个名字是。俺们来哈的话，我们是能说一下，反正这个地方有一些特别的，就是芒拉地方是的。哪一个我先说的？我说呗。这个我芒大市前河县到芒大是走1个半小时。在南边是就这个什么米尔拉山，北边是就这个关岛，马云市的关岛也是的，像这个整个我们这个芒拉的这个
蒙拉，这个是原来是说是就是我们这个糙米根子，糙米，这个是就这个原来叫就是农拉，现在嘛是这个叫的简单过了，就是蒙拉，不是这都是这，就是我们反正就是根子是个糙米根子，我们也这个多大是这个还我们这些人们就这个老国叫这个阿福子，阿福酒的，这个在这个蒙拉嘛，这个是原来是就是叫这个西农拉，这个就知道这西农拉，现在是个就给这个叫的简单过的，就是蒙拉。西农拉是啥意思？现在是西农拉是现在我们这个从这个西农拉些这个人就做到这个糙米啊，搬到就这个这里来过。原来是我们这个是农拉人说的，西农拉人说的。现在是我们是全毛了，现在全毛了，以前是胡农。我们从这农拉去来也是，就是现在我们是全毛了，还有胡农了。哦，走出来。这个农拉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农拉这个地方这个西农拉这个是这个国米全质量的是国米质量没有啊，那个检查检查嘛，现在是农拉，就查的。检查，现在检查线，是农拉是现在检查线。那么是就我们庄子的哈头庄子是啥庄子？哈头庄子就是这个庄稼，大小的应该说是更加。大小的来说，这就是大子庄。庄稼的哈头是更加。农部呗，他们还庄稼还叫农部呗。农部的哈头。农部的哈头是孟家呗，再孟家的话就是大子庄，最大的庄子。大子庄。大子庄。那么是我们这个现在就是我们的蒙拉庄子，大家都报的户口是土字的。还是汉族也有的。汉族也有的，藏族也有的，土族也有的。大概这个比例。大概是就是土族。大部分这样。土族。藏族大概多少户报的？藏族报的很少户。报的2户。2户是藏族，在汉族报的大概有多少？汉族不多，大概有个10几户。一般就是土族。这一块是一般是土族，为啥它的土族是？它这里土民的这个遗产也是多少？同时一把更加模型，有的这么做。父母也土族，我妻子也是土族的家，一个。主要是没听过，主要是土族是家在后头单的。那么啥，我们这个。就是这个3种民族应该说是都沾这些边呗，你们知道？你们现在自己更希望或者更喜欢是土族吗？还是藏族吗？还是汉族？这个3种民族里面还挑个一个挑对象。原来是叫我们这个蒙拉就这个什么藏族包了，包了以后说我们包出完整了，都是说不是这上面是可能这个磨皮啊。不是就我们蒙拉还是这个藏族的包了以后说包着吃了小这些磨皮啊，早就说是讲，就说也就跟妈妈是都是土族上，再就一关是娃只有一关就土族带过去，土族带。那土族在这个蒙拉的上头庄子，土族庄子里面，这是小孙儿，这个有点还是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有点还是。你要讲个土族，你上多少？你上当时子女没关系，跟土族妈妈是走过的，妈妈就土族就娃娃丫头没关系，子女没关系土族多过。你们是就是庄子上的老阿姨吗？你们说话是反正土话说的吗？还是一直汉话说的吗？还是藏话是对的？脏话没说，脏话没说是，我们从小学会脏话不知道的，土话对就说清楚啊，脏话对就。像老问你的年轻的时候土话说不说的？我们懂着也说不上，母亲是头段时间，土话他们说什么东西说不上。
你们是像我们这条沟里面这个南东，南东条的我们的这个庄子是最上头的庄子是嘛？这个上头庄子很条的。陈家抽，全家球队，田家条的。陈家抽的，陈家是没加四个。什么家事？我就田家是没加丝一个嘛。哎，一个。这没加丝就之前。哎。3个月，就是8月这24、25的2000。哦，这是20几22。今朝是25。24、25。直接调的时候，那个二郎爷还抬着没来着。我们传的那个二郎爷还习惯一个庄子一个庄子的这个。我这里面。那现在我们的三嘎，我们蒙拉的南东话，你们大概说几个？南东的跳法，南东的讲到是上头的是啥子的？啥条子的？然后你们啥时候我们听的这些吧？就我们蒙拉的南东话说几个？蒙拉的南东日子是就是20、22。这个在门在，哎，就是8月的21和22的。我们是20就是小会的，哎，现在是准备这个拿它的走。为啥我们在就跟他说这个？我们从今天嘛或者昨天那开始杀准备着了，明儿就杀这个，家里杀这个，还是都是看那之类的，还是都是看明儿的从一起过。然后看你们3个人表那忙着说。这主要是家里南北，他们走正盘。后面们走正盘，南子上走半白，法师旧上是走法师的，是法师是旧上以后是走啥些么东西走万邦长生这走战役啊，些嘛，真正法师旧上是几个老汉子走搞的走以前，要是以前他们跟着呗，就只活呗。法师有时走法师。一个过一个法师，你这真正的说，这你们这是馒头会了，这个馒头会呗，这挑这米吗？我这个是不挑的，挑的，是请法师不挑，跟过去来的还没挑。没啥，你讲说那个馒头会的是？米好蒸一盘。好嘞。那个大蒸3个双子馒头。大家吃那这里面这还是咱这挑着吗？还是没挑？你这是回就是还是，你是随便是挑什么，这整个人没挑的。就参加我讲的面子。没有，弄这没有。弄这个过去来没有。我们这是有发蜡的呗。发蜡有时发蜡，上山下山，这个是叫发蜡指挥用是。个是上山嘛，个是下山嘛，个是出钱粮嘛，个是开盘嘛，这一块是把那指挥模式，发现这些，所以跟过去那些球就没啥嘛。你们说我这个啥说法有的没有？就是为啥其他地方的那东他都挑着了？而我们这里的那东就说他不挑，光是发那点，你说就把指挥上给，然后发啥请还是就这么过掉的。这个啥历史上啥么留下的说法有的吗？说法有啥没有？这个只说啥只说啥我们这个月这个工资这个月和这个工资，你看这个嘛，你知道这个月呢，原来是1个月，原先那会儿是凑着的，听说是就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会议会的时候就付了一个人民，再加一个小孩他是，小孩还他是，从这儿些是这个会的条的。这说是都这样。这个啥？我大概是啥时候的故事？这个这个时间的是啥记得？解放前。早，这个清朝时期。这个早之前。清朝时。这个是清朝时期。那个那是上当就人就这么个传说，反正是他在上世纪的时候。对。那时候说明不过那面的人还是挑着呗。都是一个流。我们这佛爷和我们家是佛爷，在这个吃不够这个佛爷，我们从吃不够些凤安来吃。这个凤安来的，我们家是这个一块凤安来的，这个一块县生意。吃不够这老大。我们家是这老二，我们这个蒙拉是这个老三。因为老人们就说这个黑老三这个操着很。
节目组楼上都说的，这个我们这个毛拉这个肥也凑得很，怎么说这个哈喽山这个凑得很，这个人家小。这个佛爷的名字啥叫？先生先生爷。先生爷。先生爷还全名有了名字。像这个传说上是这个是那时候就是伍子胥。伍子胥。伍子胥这个有了战功以后了是这个以后的人就所称所想成型。一直传递下来。那我们这个日头的前后干过这么着说是这个先生爷，就这儿都是了，在哪里都先生爷。庄稼寺有。我们家寺的也是先生。我家寺也是。庄稼寺还有。庄稼寺也是。庄稼寺是不是？是的。这个不知道。是的，庄稼寺有。这么有。最早古走这个山川。那我们的这个哪头最早还是和挑的这个啥说法有没有？这个是清朝时候，那个是再早。这老人嘛，都弄是现在有时就一辈子了嘛，还传授过一个，自黑桥这人民去了，那个是哪一是八国了，这那个说这那个嘛，这个时间是不知道的，这还传授过一个。那像这个跟前的那都俺们挑的了，我家寺那都还是挑盘你们这儿差不多一样吗？我想不想？像这个年子有了，年子有了，庄稼人挑着去。三江嘛差不多。三川人差不多。三江的江今们还带个烟锅嘞。在他们这边烟灰没啥，烟灰的地方就出这个酒香和这个烟灰了。这个俺们说话的。这个是哪东西天？这个听说啊，这个在这个牛门网上，这个吃上台这搬过的嘛是，对着牛门网的那个在吃上台子上。抬出去以后，这就搬过以后是，再就他就牛门往么着啊，咱们就烟锅，就像我这个烟锅，刷是拿刷的那一种就这个烟灰的地方就那个拿烟锅出去。假如说这个牛门网是我们那个拿东的抬着出来，我们那个叫砂锅匠的。那个地质上叫牛头牛头。就那个。哦，那个就是人们的庄子上都还搬过给了。从那个这地方再就那个牛门往么出啊，是那个烟锅出去。那烟锅是他们去俺们去出发，本来那东条的人还装扮成烟锅是在这么事，还是因为装不装的？专门装，那是专门装。人家是在的一个小娘啊，是个烟灰米是一个小娘。那么说我们这个。啥文化大革命过来以后，我们的这儿的那都啥一年调给下大我们？这个是以后这个还是开放以后。开放以后可能是83年吧。81年。啊，81年开始，81年才开始。那个就是某条这几年吃了呗，对啥？那个20年过了吧？文化大革命前头那个是这么8年，我8年是没打出破出迷信呗。迷信会这么跳？那也没跳，只是81年走的。那参加我这那回忆一个嘛，你们头一年跳那东的那个情景啊，我不知道。那个肯定不一样呗，那么压抑个了，你看这个。58年的话就是60年，算是23年没跳给吧？23年以后一个跳了是我们肯定跳着高兴，跳着大家激动了。那个也激动了。那一年的话，他妈是个回忆个。那个年，那个89年刚刚。89年啊。那个张家去还去这个就这个大学，现在啥主要是啊，就这个上去还干都没有。那可以几节嘛？你我不想说是一起走，庙上去全部就到。破除迷信那个床嘛，那个回忆过，连就是连那个生菜瓜砸过去过。81年那个很木头都这，那个饺子从修制，回忆生菜从捏制，整个花椒没清楚，成那个那个在做的你，一些的话不是。那是记着，3个你们3个人，俺们这挑了那个，那就跟没写个。挑着没挑，
我们都会这么跳的。跳啊！哦，就你们不跳嘛？我说这个当时俺们这参加的，快早早的，俺们这其实你们庙里那个皇家嘛的起来给这执行嘛的嘛的。那个是只啊，我们光是像今天来了呗，今天来这一碗媳妇打饭啊，反正大致在坝上休息2个小时是，快要上庙啊。上庙是走1斤左右，1斤左右，上这个1块块，光是庙里去了是，佛爷大致通着佛爷1块那个了是，就是1块抬下来的呗，抬下来以后躺在风上是，快排头家去了是大金木快1块，站一会儿是，2-6手再放干的。他就基本上一晚上没睡觉的。基本没睡觉的。月亮讲到管这个这个冰草台用再太月亮带出来的，就到来的，那个是确实是这样。那个这个排头嘛，没有关就不要打的。我一乡上你是全不到，那个家里有几个人一块全不到。现在呢，别人还当配着不来呢，都着不来。啊，我跟你说，那个罗宜昌是全部为啥到？就是实行啊。大家还是重视。哎，重视呗。你讲说的这20几年，这个破除迷信了是，那个没关系的，是新一个，这比方说新一个城里了是，大家没在这个，心上有高兴啊，有积极的。有的年轻人还见了现在，20多年。没见过这一个新鲜事儿得10几岁的他最没他都不知道跟7、8岁。你啥？你看，就我们这个蒙拉的那栋。条子不一样的一个原因还是俺会说了呗，以前出来那么个事情这个不一样的和你刚才说的我们的蒙拉本来有这个啥，得跟先人是藏族是这个点啥关系一点没有？跟他是不是没？跟他这个没。他藏族是来这条的不一样，有啥说？不。藏民家还是那是跳的，跟啥关系呢？这个老师这个跳的这个也相当这个呀啊，复工啊是你锣鼓啊是种植呀，也这个什么皮的呀，种植皮的呀，真是这个也相当要起着钱的，不是说你这个跳这个些原来是我们的老先人说些么跳啊，造那个跳啊是你这个东西这个也相当要花钱的，花钱这些你这个跳不起啊。造这个农部，我们的汉的农部里头知道，这个农是这个开放以后是就新跳的，原来一些咱们原来一些跳的，他们开放了以后才跳的和农部，这个照你们这3块的那东西相会的，农部挺多，咱们培训也大，活数也多，因为一辈子是活的，我蒙拉多少？你就说活的，我一般就说。主要是你们的不够还马樱花过个是你们还活不没有？是还是？很多。是就是这个山上一个就是他。不是一辈子活花不是，起码是要背后一双的。背后。就是以前还没听过，不过今年也听那东说这里，在个老人身上听到。老人说一个。这是传说。传说，这是哪个年代叫的？这个在。这说不上来。那跟他这还是相当人多的了，是。这公全部的，这里个娃娃嘛，感觉都人口他是个故事，俺也这么听。那么就像我们的就是蒙拉的那都是啊，在今天小会市，男的就说那个做饭呗，女的是蒸饭呗，然后明天啥活动了？明天早上才开始。明天早上为啥？你看，我们就啥是要是9点钟，9点钟我们开始就这个佛爷就是专门的接下来了，接下来以后是再叫我们立方干，立方干一块以后是这个到这个10点吧啊，这个就是说是我们中午打的那个就饭呗啊，那个饭就挂开了，饭挂开以后饭挂过以后是再叫我们的这个师傅这个啥是叫是炒开了，
哎，唱歌的。到3点钟嘛，这个时候就是在我们先开饭了，先开饭这个阶段就是我们发了一条下来的嘛，都是，这些给饭给开了。发到早上那条了没？早上那个锅上这个调的了，也调了。调了，他生开饭是他调的，他不调。就这饭，他主要的一个调的就是说最后那个宝贝啊，哎，对的，他给的呗。一个生饭这节奏，一个大劲是一个下饭班啊，一个生饭这个阶段，他才调的。在这个年纪大头上，我们一般的干啥是再没调的那种。再没调的，再你老了再不调是啥调的都知道，你7、80都是没有嘛，真正的讲就说这话呼，这个是就是脑子里呼这个红色，我就调了他就是啊，一年不是光这上都知道哎，我们是讲爷嘛，从这点热着开玩笑。那就说正发烧人家调开了呗。这个时候我们庄子上都是啥做的？这个就发烧调开始，我们庄做的啥时候是就是香烛上，就啥是佛爷这个虔信的呗，虔信。你妈就是虔信的，就周围一挂做啥的吗？不，那个前面，一饺子呗啊，这个是个饺子呗，这个发烧就头先就大家冲开了。我们中人们说这香烛了以后是，就是看就推下以后是就不香，4个白金，4个老佛爷不推下。那我们下面传到家，我们你看，那顿就是说是今年的庄稼收了，庄稼成还在好，没事就感谢神农呗。这是到底是那么是这样，你们的这个调法是，就是主要你们的就是说这个解释上面个说法一点。我们的还是讲过呗。还是他这总体来说是你们这是调制的，我们这是这个法师会的。总之道理是的，一个道理啊，那道理是这个啥说信佛的呗，所以咱信仰这个道理，就总之是一个道理啊。你们这个调的这个都隆重，都知道啊。你个这传我们下去看那边7、80都还没看，其实哪种是耍这个对不对？我们这里啥说是，我们这里就是像个桌上以后是主要法这就头，大包围节都是。这我们就是说是像一样的高兴对上，这个事情的对上，人家一样不对上，高兴是就是成了的，这不高兴说了就全都传水了，是吧？你们重新弄的3大2小都是，都是这传说里面都是。但你们人家传说这不高兴还是啥子？怎么是我们就我们这个俺平时这边上就是都是说，老百姓嘛都是说，上去你这啥么年节嘛都是说，上你这说包什么表弄呗，表害气呗都是，这个可见要么这是瞎话这个事。最后瞎话是人家还是高兴的高兴。高兴的呗，这个能不高兴的不呗。弄这就是呢，人家还是玩这有这个，现在这还是高兴的。高兴的。那三哥再说一个，就是我们拿到现在的这个调法和500年以前，或者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你们干的时候比是这个有啥不一样？调法，调的内容不一样的，调法不一样的。当然，人们的思想这就现在和带给了没办法说的。现在的人们对这个南东也好，对这个佛教宗教这方面，就把淡化了不要。但是你们总的从这个现在的南东和那时候的南东那比是，主要有啥不一样的？不说我们这个南东啥，以前是我们反正最少2个到3个法师，那叫法师也多。经过这几年是啥？就是这个法师也缺少，法师也缺少啊。有一年教到的，有一年教不到。像这个法师啥是就是个会比说是个啥大庄嘛，会比说是个其他的情况以后是我们请不到是，再教我们这个老法大的，所以我们就啥是要去问这个。接着这个啥是不是原来的历史的话，我们总结是这个叫区别原那个头子。你头子那个叫你其实我也搞不成啊，就那个像我们庄子的有时间或人事，有时间或这个翻译官要生气，那个小会都是，
在你以前那么这个综合这么这个那个在它就是凡是你的这个人嘛，一样，但是就其他的条件啊，那个一样，大家做的这些活动一块相反，那个相反，基本上没变。哎，没变，那个变不成。当然，里头就是有一些内容变了，说嘛，就真正的大的内容没变，变不成，还着。哎，变不成。那时期那个文化大革命的前头啊，听那段时间的庄子上，妇女以外的男的基本上一块起来的吧？啊，基本都变。他不挑是也是这看着。哎，看着。基本一块都变。现在啊，现在你有心来了，没心来就不来。是吧？后来是那你们老人家们他们还年轻下去还那么没下去还这。简单，不行。现在是说这宗教自由呗，你这命令下不去啊。宗教自由啊，自由信仰啊，这信仰人家来不来是这个，人家信仰说都给啊。他这啥？老师你看，他这是从这个物业单要源流，哎，啥是我们县的养了，哎，县养以后是啥？庙上啥？就会比是这个单要上下一个羊15块钱，我那个巴掌这给，不给的人一个没有，哎，是给他我跟你说，你那个就是他不给这个没有，我们单要县这个羊，源流要县这个羊，哎。在一些庙观就是一些手机说是啥，你5块钱好吗？你8块钱好，一块给。哎，照这个在庙上这个抽灯站、点香、收钱、收油，不给的人一个没有，这个一块给了。一个但是就是这个对男。哎，有些啥说人这个人面不对，这个啥事就是说，现在有的人家的人这个都没有，哎，人面就很少。哎，你说早今儿跟我们说，人面一块有说是啥？人多还是多？他家里有的说是啥？就是特殊情况没说他就少，太累了，可累了。那真的。哎，累了。有特殊情况下，在这个他是这个他就没有特殊情况没关的，只要基本上是一块很多呗，就呗。就是今天我们。哎，只个别的个人啥是就是他这个我们这个文化的潮下的是吧？你半信半不信，这个传说这个都是。来呢，先生。哦。之后看就。弟弟去。我说这个我的老公不消化，不消化的。我们这个法师这只是就是历史上是先人的日主这个事，先人的日主啊。这个一笔的定着了，咱们就说是宗教改革这边的宗教开放了，开放这边的这个是就是原新给推了是，我们就说我们就这个汉民啊，你们土民们是光知道的，这是就我们有佛印的呗。好嘞。哎，我们国家的有佛印是就定这个法师呗，哎。那我还问一个嘛，你的佛印还啥佛印就是？我的佛印也是无量住舍课。无量住舍。啊。北坝就是无量住舍课就这是。无量的粮食就那个，没有的无啊粮食。啊。粮那个无量住舍嘛。无量住舍呗。哦。这个我们说法是这个是东天神咒是太阳菩萨呗。南海观世音菩萨呗。西天王佛呗。北坝就是就无量住舍呗。哎，我们这教法就这个呗，就定在这个了呗。一边的这个就定在这了呗。原先是我们这个学的时候呀，那些我们是先人的日主呗，好了，先人的日主是学这了，后头给我把那破虫子新了是，把这个怎么管这个20年的啥做一样，我们就是这个当的好处我们就无论是，无论是主当的是龙年社的就搞龙年社、出资社，这个是我们就是光是，就是就是带入社是的是我这个也干部当的社团参与，就辅助下放了，这是这位干部当的这个，我们还这个。破除了新的课，这个喇嘛还分给了
阴阳还也反对的啊，这个本身回民家红了也反对的啊，我们个法师家共产党家，你不说话，你共产党反对的话不说是法师家可啥没说，我啥没说的，就是你好好的对就对，就这么个，这是就是学法师是先人的日子，这是我们国家我有心当个法师是那还不成。这是之前3辈传下的先人的日子，你就讲的这个文还定了，这个是定是谁定了？这个定是还这个是这个一个大方定了，这个大方是就是这个爷爷养了3个儿子是就定大的后代的定下，这还老二老三这你还定是这还不行，这就先人的日子。甚至唱着嘛，我们唱那个啥时呀？我们可唱的是这个喇嘛念的是佛这个是阴阳念的是道呗。我们这个是最开始是佛爷念的，佛还念法是道家呗，道家念法是儒家，儒家念法是财神家呗。这是说什么？我们就这个三教院的十字架说一下。我们看这法师3教院没带上的，3教院都没带上的，法师还拿着我们的老汉我们就对着做这个破村的形式把这个还在历史还不嘛也没吧给的呗，我们个法师可没书呗，书没有，书没有原先书有了这个书吧后头这识字就有法师的书使不上课。阴阳左的字北的看了，喇嘛家今还是全都翻的看了。我们法师在长坡是这个这样的举手上来的，脚也要动弹，手也要鼓，还打上你嘴子还长了，你就甭管再看不上。这是就我们这个法师嘛，就是4别。看不看微信我们法师嘛，就是这个确实4别课。4别成了就是这个，现在是这个到底政策上这个9年这学生嘛9年的日务说的，那个就要日务从小就个识字人把这，你人家比的这个还要肚子装了，只是你学识这是个的肚子装下了，我说个写个日就是日292，共产党是为就肚子装的写上了。我长沙是为了肚子我是管装好的课，是管背后的。你啥这那上啥字啥这那啥字，到你们这把整个会上是，就来的时候我们就第2天黑条纸还打下，第2天就放干下拉给，这就佛爷还接着吃，就出个钱粮，是啥事了？这你佛爷嘛就只是这嘛这个工资嘛就下来了，你工资下来了，这你们工作人把这个月工资下来了，这我就这多嘛我们年轻的也不见嘛，就大的少个是就是工资下来了，就你给些钱你就拿上了，国家就花去呗，我们就这说的就这么个呗，我们发什么调着嘛。你们这个他们搁这儿的会是我也没来过，就这么个。我们里面嘛，这个还有那个大山是有的，大山是有5天的也有，4天的也有，3天的也有，苗生这个不同3天的5天的，这个是你就得7、8个人你是1、2个人吃不出就比日没完时间，你就晚上睡的恐怕时间不多这个7、8个人一起换班的早就我上了你就换的，我换着换了我上，你换的就这么用着了。我们这个历史是，唱着啥事呀？这就说的是这个佛爷那个佛爷，这个城隍那个城隍是唱着，老板，这个寺那个寺就是我们这个法师唱的有360个寺了有，360个寺。360个寺了有唱的。
个从开始这个火烧坡山后南山后些下来，你们个关天些下去火柱些这个旧山子这张些下来个旧山子下去是就刘家下这些就改出些10年这些回家这些脑子下来是就种了有360个4了成。那是我们的之类的庄稼是这么家是一个长长的。红的，庄稼王家4位呢。一个红的。那你汉传的是朱家文家4，汉家干家4位，干狗脑子金长4啊，50个脑子20位，这个日瓜子，这个我肚子中着了肯定。那是或者啥问题就好好唱给他。唱就嘛我在这还在这个马看的龙南4呗。这是那家马云大事马新小事才中了，是这那为什么肚子中人家？对。干嘛唱的是这个是禅师寺院庙道。佛爷这个佛爷大王啥大王嘛，龙王啥龙王嘛，佛爷啥佛爷嘛，这个就禅就是都是对下的就这个你们是。啥问你们这么多个厂子，这么多个寺院，这么多个城隍佛爷嘛厂子，你们还这本子上写下给点没有嘛？给写下的有了，这个背黑的是把他在么管这个了，这个就背的是个从小这个就都是装还是他在么管这个。就还是这个子就看回去说话的。一直有的呗。有了，没传的呗，大块门是就是背下的，就是口传师傅家其实你还日卷久了你就口传呗，这个头家肚子的背黑是整整得3年。那是这我在你说这个，你俺们这发生的。我嘛，我是个是先人的日子啊，你家我是大方的当，你要领导了是，你不当也不成。这就我们这个家务大得很喂。对。家务大得很是家就这个会议还是挂工呀，走你还领导了啊。家务这说是就你当然就你当，不当然就你当喂，就这么个呗。你是几岁当下的？我15岁了，你家这个，但你岁数大的背不会啊。15岁了，这个岁数大的背不会。那你学的钱没有？15以前15以前那我就学的念书的呗那。几年念的？我那时间念下的小学4年级啊，这个小学4年级那时念的时间嘛，小学4年级啊，那时间这个日文啊，这个数学啊，这个是啥呗？这个是政治嘛。政治呗，就念的这个是，主动是就是抓日文呗。早就我家或者老的把这个日文字儿在建设人堆里刻在线上的吃的了哇，他怎么管你呗？对。那是这4年级的日文的学生啊，日文的学生啊，走着他高中的学生啊，他日文还吃不出他。对。在我吃的都啥没一个，这不是后头嘛，给学的时间走破出的形式，把这个就给使的这个对对对。那问你几岁的时候能够破除你心？那个破除的形式我可家那20的人家。那我都70倍你算呗那，我8年我，你给你算呗，给你会算，那就是28一点。28一点，真的。那么你15岁才学着，就是说20几都是那一段时间俺们的是俺们这是复根之学之类的，那个天俺们学之类，然后你自己啥听着，这是我学的时间嘛是。我们就是祖辈辈是日本一呗，师傅就我家的家务里有了嘛。家里的阿姨什么啥物？就是我们这上边爸爸们呗，爸爸们是呗。这个家里有时我还有功夫，我们就是看水哈，他们教我9年呗。就这么学下的。后来破出的形式。他的这个好的，早那家就共产党的，后头嘛家我们发啥也没批评的啊，
我们就大队里啊是这个生产队里啊是那些就干部当中，整个就兔子下放啊了。带入社是来我就这个，是啊，或者说我们编了嘛，这个社我入了嘛，小社我入了嘛，这个后头高级社我入了嘛，这个一块我清楚，我们就是兔就是一块等下天天，兔子下放哈我们就干部当完了。当完了是，加追求改革啊，追求自由啊，那家伙再不当时家可不成的为。这不当时家为了个20年，家把这个年下这个可升丢了为。升丢以后是在我们个法师这不多啊，就有个这个法师啊，我们一大村还是个背下的这个哈，我们就去。跟大学是个督促的呗，督促的是那个小呢，那个叫督促的是个都是原进劲儿来了。来了是我们这个年啥了年期的这个法师长啥了长子，禅师就是他们是60几户上，300多户这，200多户这中人也有，100多，我们还就有个中人请就中人这个是吃的了。中人你把请来了，说是，我们可这个有个这么个的，但是请来了我不答应，还是，他问的啥干什么有？我吃不下不答应啥干什么？所以讲你们搁这边这，对呀，你们这个时间落去了，我答应下了，说是，你再不来是不成了。那个再不来是不成了。这个俺们不成。这个不成是家我们就俺给说话了。迷信的话，迷信那说的是跟迷信同志啊，人家就对我不礼拜嘛，对我不礼拜。偷偷感冒呗。就是偷偷感冒，实际上还这么还点不知道啊，那你再不来嘛，说是，你就反正出2大钱了，你就，你俺们嘛拼个刀嘛，么个做嘛，你这出去了，这新的吧就我们常法师这是。禅师呢，就是这个中人，私人一家的请示那这么跟头，你把请咋来呢？跟头的。那你当时学法师的时候，你说几个人你们就一块干的一块几个人去了？我以为我们是国家的师傅家里有是100人传100人呗。那你还伙伴个当？我本是那作家，我们的这个周原还就这么的，我们县里是专门的这么伙伴还有呗。还有伙伴还有是，那这就连这时的这庄子这路啊是7、8日这3、4日这，他就不安排的这么定的人有呗。这个我们就是个拉伙伴的呗拉伙伴，你们一般的一个庄子的，就是说人家们主任请示你们几个人去的？1个人去的吗？2个人？一般的你们的这么个是。你们家我说家就派个录像2人天来的录像时候就3个人来的。一般就5天、6天的这个事儿是我有8个、9个、10个人是就去干不来。这个整个产值就打下2、3天了。那只有有哈1000几百张纸的有，那个一挂这个。原子一块纸贴的这么远，是原子房子里头一块纸贴的这么远。长这辈子嘛，是在长个整整长4天呀。就法师，当时就这个呗，就是中人请的去的，私人家我没去头的呢。就是这么。一般私人家的一家子啊，或者说一个家务什么的，你们还是请着什么的1个人？一般一个家子是拿我们这个法师家。这是不50平呗，你平多少的话，你50个平要是我不50起来，他把请你们干头呗。走到家里有家生两汉，家生还家打个酒家说是，早这家有个家生说是，一个家伙家就30、40户人家再没有你家1、2户的家生啊你，这户数一管你增长的家21户的这家现在增长的。这个家生大个家就40、50户的就这么个你1户的在家生一样个，就这么个呗。好，那么啥我你看，我们先这是一个暂停，我们俩还可之后看酒了。